Hello，大家好，朱春勞。澳博宣布計劃發行美元計價優先票據，即係發行債券向市場借錢。公司目前尚未釐定票據嘅本金總額同條款，即係借幾多同埋個利率係幾多。澳博就話籌到嘅款項淨額將會用作現有債務再融資，亦即係債冚債啦，同一般公司用途。董事會亦認為發債可以延長集團債務到期狀況，提高財務靈活性。一般認為澳博今次發債再融資嘅部分係用嚟償還1月27號到期，餘額達到5億美元嘅未償還優先票據。國際評級機構惠譽就將澳博控股打算發行嘅票據評級為 BB 減。而澳博控股整體評級亦都係 BB 減，展望係負面嘅。惠譽話負面展望反映澳博去槓桿化進程嘅不確定性加劇，原因係上葡京酒店增長乏力，以及衛星場關閉同重組導致佢嘅市場份額被稀釋。惠譽仍然預期澳博控股嘅槓桿指標將會喺2027年之前嘅預測期內改善至 BB 減嘅門檻以內。但任何進一步嘅營運疲軟都可能導致評級下調。佢哋就預計喺佢哋嘅評級情景下，澳博控股嘅 EBITDA 槓桿率將會喺2025年升至8倍以上，高過24年嘅7倍，之後逐步降至27年嘅5倍。然而澳博控股嘅上葡京拓展以及衛星賭場關閉重組嘅影響仍存在不確定性。惠譽就話澳博控股信用狀況將取決於能否重新奪回原衛星場嘅市場份額。睇返澳博嘅債務有5億美元喺今個月底到期，另外12.5億港元同3億澳門元嘅債券將會喺今年5月到期。公司已經獲得新嘅銀行貸款，用於收購凱旋門，並部分償還2026年到期嘅債券。惠譽預計剩餘到期債券將會透過擬議嘅債券同新增銀行貸款作償還，而現有流動資金包括31億港元嘅未提取循環信貸額度，亦提供咗額外嘅緩衝，所以財務上暫時冇問題嘅。而家啲夥計可能最關心公司幾時宣布加人工同埋發花紅，即係之前講嘅生活補貼啦。好，呢一集就睇到先，想支持我嘅訂閱，我哋下集見。